我哋今日會講有關以色列走向滅亡之路，同中國揾到咗未來20000年嘅能量鎖匙。開始前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按隔籬嘅啷啷選全部。以色列正走向亡國之路。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以嚟，憑借強大軍事力量及西方支持喺中東生存，但軍事擴張嘅不可持續性逐漸顯現，反以力量崛起，打破其鐵穹神話。鐵穹係一套全天候嘅機動型防空系統，由以色列拉斐爾先進防禦系統公司研發，主要用於攔截5至70公里範圍內嘅火箭彈，但係效果各有各說，長期戰爭消耗國力，未來若爆發更大衝突，資源恐枯竭。同時，以色列喺國際社會孤立，道德合法性喪失，種族隔離政策等，讓其陷入輿論困境。西方援助或者減少，經濟與軍事優勢面臨削弱。此外，其內部社會分裂加劇，極端正統派與世俗猶太人等矛盾撕裂國家。內塔尼亞胡嘅司法改革引發抗議，暴露政府專制傾向。若果內部矛盾爆發，國家機能恐癱瘓。人口結構亦都係致命威脅。巴勒斯坦人係屬阿拉伯人，其生育率高於猶太人。若果繼續控制相關地區，阿拉伯人口將超猶太人，動搖猶太國家根基。極端正統派拒絕服役，依賴福利，拖累經濟。長期睇，以色列一係放棄猶太至上政策，一係因人口失衡崩潰。巴勒斯坦人抵抗不斷升級。若果國際社會進一步施壓，以色列可能被迫接受一國兩族方案，失去猶太國家特性，或因持續衝突耗盡國力。中國揾到咗未來20000年嘅能量鎖匙，做夢都冇諗到，就喺全球為能源焦慮尋找出路嘅時候，就喺馬斯克感嘆中國嘅太陽能領域遙遙領先，而美國佢哋仲唔識嘅時候，中國喺甘肅武威嘅戈壁深處，又默默點燃咗一座將改寫未來嘅反應堆——土基熔岩堆。佢唔似你印象中嘅核電站，唔使油亦都唔怕洩漏爆炸。更重要嘅係用佢嘅燃料叫土，喺中國儲量全球第一。土燃料發電，認為其優點係土嘅蘊藏量較多，燃料裝造較簡易，產生較少核廢料，不易製成武器，而且土裂變發電較有效率等。根據科學期刊嘅講法，土燃料發電可以提供一個超過1000年嘅能源，並可舒緩人類對環境嘅破壞。呢套技術，美國其實60年前就搞出嚟啦，但因為唔能夠用嚟做核彈，所以1973年就放棄咗。而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嘅728工程開始，足足做咗50年，冇人叫口號，亦都冇人炒概念，就一步一步將佢做成咗。而家呢座反應堆已經喺戈壁發電啦。點解擺喺戈壁？因為佢唔靠水冷卻，邊都能用。未來佢能為西部輸送清潔能源，為海島供電，為航母提供心臟，甚至走上火星變成月球基地嘅動力源。而最震撼嘅係土，中國儲量全球最多，僅內蒙古白雲鄂博一地，支撐全中國20000年電力都夠用。聽清楚，唔係20年，係20000年。所以我哋從俾人卡脖子嘅能源進口國，變成咗能源富裕嘅超級輸出